黃琪舉。 好，你一出就巴基之星稍慢嘅綠色衫嗰只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開心遊戲帶，咁啊再喺出邊位置咧，咁啊仲有呢隻勇霸神驅啦、瀟灑王子啦，中間巨無霸啦，外邊就閃耀進區啊。第6位嘅馬有嘉應小子，咁啊第7位蹬下嗰個咧，梗係國能啦，有赤龍區嘅。最後邊嘅馬啦，仲有呢隻咧狀元才啦，內欄黑衫就阿金，中間夾住藤王啊，尾4位置就萬馬飛騰。 尾3咧就龍船鼓響，尾2好準確啊！暫時大墮後嘅一隻馬咧就係嗰隻綠色衫巴基之星啊！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，前面勇霸神驅放頭啊，瀟灑王子跟住第2位，開心遊戲就第3位，咁啊第4位有巨無霸啦，內欄黑衫大面箍就阿金，外邊位置仲閃耀進區馬林，中間嘉應小子啊，再後邊嘅話仲有赤龍區，內欄紅衫咧，咁啊仲見到萬馬飛騰等緊位，出邊位置咧就係呢隻狀元才最出㗎啦，巴基之星綠色衫嗰隻啊，最後直路上面啊，前面透出嘅馬勇霸神驅鬥緊瀟灑王子。 內欄萬馬飛騰慳咗好多位上嚟啊！出邊巴基之星砰砰聲上緊嚟，鬥到嚟最後200米，巴基之星見到佢影上嚟過晒㗎啦！內欄位置萬馬飛騰，中間勇霸神驅點啊？接近終點，巴基之星好輕鬆咁贏添啊！第2名萬馬飛騰，第3名呢勇霸神驅，第4名有龍船鼓響同埋瀟灑王子勤啊！哇，實在太過震撼，太過犀利啦！呢隻4號馬巴基之星。 脫節包尾轉彎大外檔，逢馬過馬半力輕勝啊！都好似淨係開咗1兩邊度㗎咋，不過但係就一路就挨咗埋去入邊，但係都輕鬆贏嘅，因為其實出閘嘅時候慢咗閘，都戥佢有啲擔心。巴基之星、蔡明紹咁啊勝出尾場賽事啦。咁啊跑第2名呢就係萬馬飛騰，第3名呢就係勇霸神驅。咁至於第4名呢係嗱都應該當贏嘅，瀟灑王子。太勁啦！係啊。啊，真係勁到不得了，慢都預咗佢慢啲㗎啦。佢都仲好 green 啊！你見到直路佢都唔係。